大家好，阮家的头妈肚你要无去呀？是安怎讲呢？2002年，我刚开始学台文的时阵啊，就发现台文嘛好，台语嘛好，互囡仔的选择教材是足少的。包括大部分的家长啊，拢是家己做学校甲媒体，大部分的教材拢是偏江腔，就是因讲的优势腔。啊，阮台北的腔口，若变调无共，有一寡用词拢无共款。亲像阮讲头妈肚，无就是讲臭气啊，啊学台文进前，我根本就无听过感觉密，若是一直看网络影片，会讲做西红柿嘛无一定哦，拢是 tomato 甲木叉，当然嘛有哦，因为他妈肚这种讲法是我对台语温暖的印象甲记忆。我想要将这套趣味的物件继续传予咱的后一代。若是恁家的他妈肚，嘛你要强强要无去啊？咱做伙来用这套成本最粗。以家长甲消费者观点，用心制作，点读有声，物件袂晓念，偏传偏讲拢有收。阿公爱啉红茶配鸭掌，偏江腔。阿公爱啉红茶配鸭掌。汉字甲教育部罗马字拢有写，大人囡仔拢适合听讲。写算全包，笑嗨嗨台语发音玲珑啊！即马参加一组优待哦，赶紧点赞助，将恁家的头妈肚讲转来。笑嗨嗨台语发音玲珑啊！